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Lisa，欢迎来到Lisa的俗语教室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俗语是这句：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。嘛有人讲，食饭用碗公，做事闪西风。碗公就是这啦，大底的碗。闪西风简单来讲，就是漏泡去纳凉的意思。这句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，就是咧讲干那想要食尔，而且佫食足济，所以摕碗公来食会当食较济。毋过若是到做工课的时阵，就敢若咧闪迄个西风共款，迄西风咻咻叫，所以伊会寒，无想要做工课，就会闪来闪去，一个遐无爽快，头痛、喙齿痛、腹肚痛，也是雄雄有代志，反正就是无想要做工课就对啊。这就是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。食饭哦，好来啊！哦，食饱食饱，你啥？你食饱吼？嘿，安尼你去市场帮我买一粒物件。我腹肚痛，要来驱便所可能无法度。你吼，逐摆拢安尼，叫食饭就走紧紧。便叫你做代志，你毋是人无爽快，就是另外有代志，真正是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呢。嘿嘿，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吼，大家伫生活当中若是有拄着，会当用看卖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我起赞，佮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买袂少起只电话咧，会不会先动安那是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袂少 Lisa 会员，这里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佮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